BW Green Power 今日帶大家嚟參觀位於將軍澳廠房天台嘅太陽能工程，將閒置嘅空間轉化為可觀嘅收益，仲可以提升空間利用效率，為環境同埋再生能源出一分力。太陽能發電系統設計嘅合理性直接影響發電效率，所以喺進行太陽能工程之前，我哋嘅顧問團隊會去現場進行勘測，利用模擬嘅太陽能軟件分析建築物陰影、日照角度，精確咁計算出最佳嘅太陽能板佈局方案，確保最大程度咁利用太陽能資源，並根據香港天文台近10年嘅氣象數據，提供一份詳盡嘅發電量預測報告，等客人清楚未來嘅能源收益。由系統設計、項目審批、材料採購到工程施工，只需要2個月就可以完成啦。最終喺大概1萬尺嘅天台面積安裝咗455塊448瓦嘅太陽能板，預計每日發電量大概625度，有效咁降低廠房嘅能源消耗同埋營運成本。為咗避免觸及屋宇署1級工程申報要求，採用咗分散式嘅安裝方案，將太陽能電池板嘅重量均勻分佈，有效降低單位面積嘅承重，令其符合非1級工程嘅標準，為客人節省工程嘅費用支出。團隊採用咗貼項安裝方式，避免咗傳統鑽孔安裝可能對天台結構造成嘅損壞同埋漏水風險，同時抗風能力可以抵禦高達22級嘅強風，確保系統喺極端天氣之下可以安全穩定運行。太陽能板發電嘅原理係將太陽光直接轉換成電能，形成直流電，再通過逆變器將直流電轉換成廠房日常使用嘅交流電，而產生嘅電力可以通過上網電價補貼計劃，以高於一般電費嘅水平嘅價格授予電力公司，創造可觀嘅額外收益，實現能源效益最大化。太陽能板嘅遮陽效果仲可以降低室內溫度大概5至6度，延長屋頂嘅使用壽命，降低維護成本，同時可以降低廠房嘅能源消耗同埋碳排放，提升企業嘅社會責任形象。我哋提供一站式太陽能工程服務，由初步實地勘測、系統設計規劃、聘網申請協助到工程施工，進行嚴格嘅系統測試同埋認證，提供持續嘅監察同埋原廠保養服務，確保工程高效可靠咁運行。以上嘅資訊由 BW Green Power 提供。如果想了解更加多關於太陽能工程嘅資訊，就記住訂閱我哋嘅影片頻道啦。